被人討厭需唔需要勇氣？我有留意到，其實有一大部分嘅男性唔係咁中意，或者話唔係咁欣賞我傳達出嚟嘅呢一種信息嘅，見唔見到？建議你得閒去養老院做下義工，或者你會有另一種睇法。有人話自私嘅人會做義工，跟住又話人之初性本善會的。其實對於我自己當事人嚟講咧，我睇完之後，我其實個心入邊都好唔舒服。但係我嗰一陣咧，我就會自我消化。唔結婚唔生小朋友，唔係代表我唔想噶，大佬。只不過係我冇喺我生活或者工作當中遇到一個我愛嘅或者佢愛我嘅人。係嘛？你可以講我年紀大，係啊，我認啊，我係年紀大啊。年紀大唔係我嘅錯嚟噶嘛，每一個人都會有年紀大嘅嗰日噶嘛。當我年紀大，我冇辦法結婚，冇辦法生小朋友嗰時候，你點解要指責話呢個係我嘅錯？你甚至乎因為咁樣而嚟討厭我，話我自私啊，我好唔理解。因為我嘅性格可能係屬於嗰種很會給自己找出路嘅人，好似佢咁樣逼我話我自私，咁我係咪反個道理嚟講，我都話你自私？因為你逼我按照你咁樣做。當我咁樣去諗完之後，我成個人咧就舒服晒。即係有陣時咧，真係唔需要太過於在意嗰啲永遠唔會出現喺你生命當中嘅人嘅言論，無論人哋點講，嗰個係人哋嘅自由，係人哋嘅諗法，自己嘅生活先至係自己。被討厭，佢其實就係一種勇氣。我而家覺得我勇氣可嘉，好叻。